咱来团呢，今仔日两首圣诗，第一首120首，上帝关联实在奥妙。所以赎罪功劳，咱搁一届，然后准备来参加这个跟班组哈。我心大，他是副拍子，所以不要太慢。我心大欢喜，变来。我心大欢喜，主点心意，虽然的世界那准备你，最上的好事，我心欢喜，叫主人保庇，生活前行。大兄弟平安，咱今日要开始今日早起的礼拜，请咱将大哥大关起来，互阮有一个安静的心，开始今日礼拜。
来啊，咱就来唱歌阿罗上帝，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歌，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这时，咱用圣诗120首《上帝管灵》实在的奥妙来学罗上帝因专首，请起立。这时，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慈悲满满的上帝，愿因光归伫你，愿永远的上帝，你差遣你独生囝耶稣来到世间，互阮有对伊得到国我，愿因光归着你。你有通过福音显现活命甲永活，你有互阮甲基督同活，搁用伊的听留你阮的心，阮学罗你。至圣的上帝啊，阮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有犯罪，常常离开你的道路，亲像迷失的羊。因为阮的软弱有侪侪过失，只有你知阮有罪，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慈爱，袂记得你的应允甲使命来传播你的福音。主，只有恁知，只有你知阮的罪，求你怜悯阮，恳求你。为你所听的耶稣基督，记得你的赦免阮的罪，洗清阮的罪恶，帮助阮伫你的面前来活，行你的道路，听你的话。阮的主啊，你是全世界的人类愿望，缅甸的大地动，互阮看到你的力量。主啊，恳求你看顾拢总的受造物，怜悯阮的百姓，伫罪恶中拯救全世界，保佑阮的国家。求你束缚阮的政府甲所有的政府官员，受托的民意代表，赏赐因有智慧、仁爱、德行，
来尊敬畏上帝，疼百姓，都无好诶政治，来互国家人民会当咧平安中、喜乐中过日子。阮恳求你，恳求你，互世界会当和平，互所有诶战争会当消灭，互百姓会当咧平安中过日子。主，阮恳求你，主啊，阮知影你设立教会是阮要互阮传播你诶福音，互搁较侪人会当来认捌你。主，恳求你保守新魂教会，甲阮诶教会拢咧建长。愿你祝福互阮，会当明白你诶旨意，咧即个社区，咧即个地域，会当照着新诶拜堂来传播你诶福音，互搁较侪人会有机会来认捌你。阮将两间教会的建堂拢摆咧你诶面前，恳求你诶引带，恳求你诶看顾。主啊，缅甸的大地震，求你看顾所有因为地震受害的人，互大位的所在的受伤会当降到上低，互所有紧急到位的救灾会当及时的运到灾区。主啊，阮求你的怜悯，求你的看顾，求你的安慰，安慰咧缅甸的同工，啊，甲所有咧缅甸的人民，求你的同在会当引带因咧你的陪伴中行过即个灾害。主，阮恳求你，主啊，教会最近天气日冷，一时冷一时热，足侪人因为天气的关系，受到感冒，也是身躯无爽快。阮将伊拢放在你的面前，求你看顾，求你安慰，也求你医治。主啊，教会有铁木马扫的囡仔，伊有言语的物，阮将这囡仔摆在你面前，求你看顾，求你引带，互因会当有机会在教会内面成长大汉，望你的祝福。主啊，我也恳求你祝福李鹏、蔡美金夫妇，莫淑娘，啊，甲博州甲恩庆夫妇，因咧教会拢有服侍，拢有放伊的心力咧教会中，求你看顾因的平安、喜乐，充满伊的心，互因健康，会当继续来服侍你。主啊，阮会将困难传导摆在你的面前。伊黄律师牧师在美国过身，阮求你看顾伊，会安慰伊的心，会帮助伊咧外地会当得到所有的帮赞安慰。主，阮恳求你，主啊，阮感谢你，互阮有即间教会咧遮来敬拜你。求你看顾阮所有的事工，愿这事工拢望你的祝福，会当互侪侪人因为这个事工来受益，有侪侪人会当搁一摆来认捌你。主啊，阮感谢你，只是阮将今日的礼拜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借着牧师的嘴、牧师的分享来养持阮，互阮有新的认捌你的旨意。主，阮感谢你。这时，阮要开始今日礼拜，恳求你祝福这份礼拜。阮安尼祈祷、感谢，拢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为敬拜上帝，应该。
是咱来启应，今日是启应文第161篇，启应文61篇是出自以弗所书第2章，请大家来看投影片，也是看你的信息。我来启，请大家来应。恁遮个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伊都促进咱的和平。因家己的身躯疼悔，甲恁结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律。基督通过是一个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囝儿平平做国民。正伫先知甲使徒所下地基顶。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一张国大正做成的殿归属主。即时要来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出自约珥书第2章28节到29节。约珥书第2章28节。坐无要紧。圣经上帝的话出自约珥书第2章28节到29节。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予所有的人，因的囝、查某囝会讲语言，因的老人会做梦，少年人会看见异象。伫遐日，我甚至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予仆人甲女婢。愿上帝将伊的话刻伫咱的心中。今日要学老的是周氏小组，因要学老的诗歌是我心航行，我心是航行。从我光芒。
欢迎你拜喜按喜为营来参加周四小组。今日要进度的是张仁和牧师，伊是台中西屯教会的，阮今甲时间交互牧师。林牧师，两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所在，甲大家做伙敬拜上帝。伫拄仔的祈祷中，嘛伫进前甲林牧师的联络中，知影讲咱南洋教会嘛是要建堂所以因为你有即款的北堂，伫恁还阁有需要开始要准备要建堂的时阵，也欢迎接纳其他的教会来伫遮为着阮的即个建堂事工来募款，所以实在讲，我要对遮献出对上帝真大的感恩。其实虽然咱彼此无熟悉，我今日牧师头一遍熟悉应该是伫新学院，后来伫台中做同工，总是我惊咱兄弟可能拢是头一遍见面。毋过因为咱做伙拢是伫耶稣基督天内底，所以咱彼此是同工，咱彼此是兄弟，咱彼此嘛爱伫咱所起做的事工互相扶持。其实这就是西屯教会建堂的故事。伫遮，请我用几分钟来介绍西屯教会。其实阮已经完工。伫3月第一主日的时阵，伫即个月第一主日的时阵，阮就开始对旧堂搬到新堂开始使用。即摆咱看到的即个相片，其实是还未开始使用进前差不多完工了后无偌久所以涂骹可能还阁无讲改清气总是伫迄个时阵，阮开始有做一撮即个相片的资料这是讲台。讲台顶较特别，就是有一丛树伫即个讲台边啦这可能是全台湾第一间这讲台边有种树这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阮的礼拜堂是伫即个地下1楼，这嘛真特别啦等下我会甲咱大家说明为虾米阮的即个礼拜堂会放伫地下1楼这是即个。咱正手边的图片，这是讲台边有一个天井、天井即个所种的即个植物。这是外观地上2楼1楼做即个教育厅、厨房2楼做即个主日学的教室，阁有牧师干事的办公室正面的图片，这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迄个。天井天井迄个所在落翕这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即个倒手边的相片是即个讲台你甲看讲台边有一丛树正讲台的树的正手边遐有一个天井天井这是对正手边的相片是对讲台顶头看落去即个讲台下面是较老长型的一个建筑物，这是另外一个角度阁即间教会新堂即间教会西屯教会新礼拜堂有一个特色，就是对地下1楼到地上2楼有一片书墙你来看正手边的相片遐有一片书墙所以拢会当放架啦还是放册会当放伫遐。西屯教会是伫1974年伫即个台中逢甲的所在所起造的一间教会所以1974年到现在嘛，已经差不多是今年是算第51年，去年阮庆祝50周年。毋过因为建堂的关系，阮无做啥物款大的庆祝啦阮准备要伫今年新堂完工了后，再来庆祝50周年。50周年过去其实旧堂的所在，就亲像即张相片所看到的真老堂的所在，真矮细我即摆看到咱南洋教会有即2、3、4、4排长椅其实西屯教会旧的礼拜堂
伊的即个伊敢若当坐2排长椅啊，中间一个走道，所以真矮细吼。啊，空间细，这是诚做讲对教会将来发展一个真大的阻挡啦。毋过，毋是敢若空间细的问题，我想上界大的问题是因为拄仔咱看到迄个相片吼。教会是伫一排犯厝中间的一间啦，我想伫咱宜兰的所在，应该旧的社区嘛，当看到即种的建筑物真济啦，都一排犯厝中间的一间。这有啥物款的问题？问题就是伊连续壁，连续壁。连续壁即款的建筑倒边加正手边的厝边会互相影响啦，所以教会若咧礼拜的时阵教会即个倒边加正边的即个无信主的厝边，因就真艰苦啦，为虾米？因为咱拢是伫礼拜日早起唱歌、吟诗、学罗上帝我知影讲咱南洋教会嘛，还佫有华古礼拜，恁的礼拜时间加沙仑教会礼拜时间完全相像。阮华古礼拜时间，阮是用敬拜学罗的方式。我想南洋教会应该嘛共款啦阮的即个我是无看到咱教会咧，遮有摆即个爵士鼓，无啦沙仑教会有爵士鼓啦，所以你会当想象，即摆若华古礼拜的时阵骹鼓落去的时阵迄两边的厝边全拢跳起来啦，礼拜日是因要休困的时间，咱毋通怪因。是安怎礼拜日咱会无较早起来因为有足侪咱遮的厝边拜一到拜五拢真拍拼咧做工，有的人甚至爱上班到礼拜六，真无简单。礼拜日才有一工会当休困较久，毋过因为因的徛隔壁是教会。所以害因无法度礼拜日顺休困较久啦，所以为了安尼，为着要甲四角头的厝边教会想要甲因好好斗阵所以虽然用过真侪方法，包含讲教会祭日若是有精神信徒兄弟礼物，四角头无信主的厝边嘛，一定有一份啊。总是遮个厝边接到教会所送的精神的礼物，虽然真欢喜，毋过教会礼拜时阵照常嫌啦。我去到沙仑教会牧会已经第10冬，10冬内我印象中至少有3遍。台语礼拜了后，信徒兄弟行去到大门口伫遐互相招呼的时阵，至少有3遍，阮互人对楼顶泼水落来，因为因感觉阮伤吵，所以因为即款的问题，所以阮开始咧想讲，应该爱将教会对原来所在刷出去，另外找一个所在来起礼拜堂。毋过伫即摆的时代，你伫台中迄款的大都市，你要另外找一笔土地来起礼拜堂，这毋是遐简单的代志我想林牧师捌徛去过伫即个台中，应该足知影台中土地起价速度永远大过信徒累积建堂奉献的即个基金啦，所以虽然沙仑教会兄弟真拍拼咧累积建堂的基金，毋过你永远对袂着土地起价速度啦所以伫阮强要放弃即个建堂的时阵，圣经有一句话安尼讲啦讲在人是袂会，在上帝凡事拢会啦所以阮经过济的波折以后真无简单。伫2019年，伫即马真闹热、真发展的所在，就是水南经贸园区。原本伊是空军基地啦，空军基地刷去清水了后，即片的地怎空出来？所以市政府甲伊做真好的规划，是将来要做即个经贸园区。所以即马陆陆续续拢有足侪遮个大型的建筑公共的建筑，包含绿美图，包含即个电影的即个展览博物馆包含即个国际的即个展览中心拢会集中伫即个所在。所以迄个水南经贸园区是将来真发展的所在。毋过到现在，除了阮以外，还佫有另外一间，就是宋美龄
的基金会所起造的即个教会啦，吼。啊，宋美龄基金会当然无问题，因足侪钱的，吼。啊，对阮来讲的顺山人教会是一个足中小型的教会吼。阮的会友台语、华语礼拜加起来，不过是差不多无超过100人，吼。伫2019年，阮买着一笔土地，拢总104平，一平56.4万，所以干那买土地就爱将近要6000万，6000万无钱，只好去甲新老合作社借钱。啊，借钱了后，你毋是干那买土地啊，你爱阁起礼拜堂啊，无钱是免起礼拜堂，所以阮请厂商用上介简单的起造法。钢骨结构上简单啦，地上2楼，地下1楼，2019年请厂商来估价，爱2200万，吼、啊，毋过估价了后，你无法度随时起啊，因为你爱去申请建照，财团法人，咱教会是属财团法人，要申请建照是足麻烦的代志，吼、有种种的遮资料公文爱送，吼。啊，所以阮敢若为着申请建照，就安尼拖过2冬。伫2001年的时阵，10月，阮甲对市政府遐甲摕着建照，吼。2001年安尼经过2冬，对2019年厂商估价2200万，到2001年年底，阮伫2022年才开始动土开工啦，吼。所以安尼经过2冬，阮就搁请厂商来估价。即边变做3680万，共款的建筑哦，地上2楼，地下1楼，吼、啊，所以大家拢知影啦，人讲起厝按半了，吼、啊，即个原物料、钢铁、阿门土，逐档拢咧起，吼。毋过除了即个因素以外，还佫有其他的因素。对2019年到2021年，有经过即个乌克兰加即个俄罗斯的战争。到即马嘛搁咧战嘛，啊！伫咧战争的时阵，因为即个船啊拢袂当挖即个港口，吼，所以塞港很严重啦。啊，你塞港很严重，即个原物料的运送就会出问题。啊，原物料运送出问题，所以即个物资就会开始起价啦，吼。所以，阮有经过迄个真艰苦的即个时期，吼，就是即个原物料的起价真严重。啊，佫有就是。2019年到2021年，还佫有即个，咱嘛有经历过疫情的关系，啊，佫有一个我想是上届影响上大的关系，是因为台积电啦。台积电这间大公司落去台南、落去高雄去遐起工厂，伊用一工8000块的工资，咧抢全台湾工地才会师傅工啊，吼。为着要赶因台积电的工厂，所以因用真悬的价销去抢遮个工地师傅甲工人，所以害全台湾其他咧起造工地的遮个拢欠工啊！啊，遮拢真做一个起造建筑物的成本，吼！啊，这就是为虾米？伫2019年到2021年，阮准备开始要起造的时阵。起造的成本对2200万变做3680万啦，吼！啊，毋过呢，本来小会非常欢乐啦，啊，2200万的时阵，阮有开小会，迄当时有人对即个金额咬念啦，啊，教会都无钱啊，佫要起安尼，吼！啊，所以2021年真正准备要起的时阵，小会员足欢乐。甲牧师讲，啊，2019年要起的时阵，就有人咧咬念啊，对2200万就咧咬念啊，啊，即马3680万要安怎啦？无拍算。2021年圣诞节的时阵，阮开临时好会，无10分钟就开了，大家无任何意见，全部拢同意要用即个金额来起造，我惊一条啦。即马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是安怎？2200万的时阵，大家咬念，啊，电脑较即个较贵，3680万的时阵，电脑大家拢无意见。原来经过这2-3冬的时间，上帝互阮西屯教会信徒兄弟拍开目睭，互阮看去，
得起即个礼拜堂，毋是干那阮家己，靠阮家己无法度啦。靠阮家己免怎经，拢总经费1亿吼，控1亿控100万啦。因为拄仔咧讲的遐金额，土地将近6000，然后起做礼拜堂3280万，安尼就要将近1亿啊嘛。啊，这佫无包含设备，啊，佫有装修啊。所以若将设备甲装修费加起来，拢总爱1亿控100万啦。一个无够人数100人的教会，是免咱去经迄个1亿控100万，无可能。哦，总是上帝通过即个建堂的过程中，互遮的兄弟拍开目睭，互阮发现，原来起做礼拜堂，毋是靠阮家己，是靠真济上帝去感动济阮所无熟悉的兄弟，甲阮做伙来起上帝的家啊！吼，我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度去一直分享落去。我敢若要简单讲一个故事，甚至有诶，甲阮做伙同工来起做礼拜堂的遮兄弟，有诶是徛起伫国外的教会，啊，有国外的即个信徒，因为看到我伫台北济南街教会的即个募款的即个建堂的募款的即个讲道了后，伊知影阮三重教会有即款的需要，所以伊甲伊的妈妈讲，伊的妈妈美国、台湾半冬带一遍，轮流带就对啊吼，半冬一遍伫美国带，啊半冬一遍伫台湾安尼吼，所以伊特别甲伊的妈妈讲，因为伊的妈妈是台中人啦，吼。所以，伊妈妈要倒来台湾进前，即个姊妹甲伊的妈妈讲，就一定爱去阮教会伫遐聚会，然后奉献啦吼。所以，伊的即位阮无熟悉的姊妹，特别交代伊的妈妈早一笔钱倒来，为着阮的建堂来奉献。亲爱兄弟恁讲，这敢毋是上帝引带人，甲阮做伙同工来起做礼拜堂。所以，因为有这故事，我伫逐所在。去教会募款，我将这故事带转来，交我的兄弟三角分享的时阵，上帝拍开因的目睭，互因知影，原来对人来看，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总是上帝为着阮来开路。吼，亲爱兄弟，我相信咱大家应该拢有做梦的经验，总是困醒了后，咱无拄会记得家己所做的面梦，就算咱会记哩。嘛无一定清楚遐个梦到底有啥物意思。俗语有一句话安尼讲：困罔困，莫做眠梦啊！即句话教咱安分守己就好，毋通乌白孝想无可能的代志。对即个角度来看，做梦好亲像毋是一个真好的代志。至少眠梦所反映的是，伊甲咱人的现实生活真无相款。其中有袂少的差别，也莫怪有人主张眠梦是现实生活的倒变。伫眠梦中所发生的代志，无论是偌尼奇怪的事，惊咱伫现实生活的经验，拄好拢是倒变的。啊，为什么是安尼？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咱人活伫两个世界，一个是意识的世界。掌管主宰咱大部分的现实生活，另外咱嘛活伫一个潜意识的世界，迄是咱大部分伫眠梦的时所经验到罕古奇怪的世界。无论咱是毋是有知影意识甲潜意识的状态，实际上咱生活伫即两个世界中，甚至意识甲潜意识即两个世界。互相有关联，嘛会彼此影响。所以为了生存的需要，还是适应社会生活的规矩，咱会将现实世界中无受允准出现的想法、感觉、甲愿望排除伫家己的意识外面，递到这个无受自我接纳的思想、情感，还是意愿，最后真可能就受赶入去。潜意识的世界，总是遐受压制。伫潜意识世界中，
原本无受现实世界所接纳的心思意念，若是无适当的出口来发泄，年久月深以后，嘛会造成个人心内上的负担加压力。我用一个譬如来讲啊，潜意识亲像一块杯啊，你伫甲倒水落去，到尾即个杯啊会安怎？水会满出来对无？假使即个水若是有坎挂，啊，佫水佫一直天，到尾会安怎？迄挂会裂开嘛？是毋是安尼？所以，咱的心内潜意识，即个世界中间，伊底真济。咱伫平常时，伫现实生活中，咱袂当讲出喙遐物件，也是咱想要做袂当做遐物件。这就是咱潜意识的世界中间所底遮物件。啊，遮物件若无适当来发泄，这会成做咱心理上真大的问题。吼，镜头较轻的加减会影响到咱一个人日常生活的步调。镜头若较重的，真可能会演变做精神毛病，亲像精神分裂，也是忧郁症等等。所以要安怎排解潜意识世界中遐内心的秘密，无受自我意识的世界来主动，佫会当保持身体甲精神的健康，这对咱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这就是为虾米咱会做梦上主要的原因。简单来讲，梦就是潜意识的世界发泄压力，还是秘密的出口。伫眠梦中所出现的人事物，其实拢甲咱过去还是现在的生活经验有关联。总是为了要避免这个内心的秘密，互咱自我的意识来发觉。所以，大部分伫眠梦中所出现的情景，拢有经过特别的伪装，目的就是要逃闪过意识的检查。这就是为什么咱认为眠梦的世界是现实生活的倒变。事实上，眠梦成做潜意识世界发泄的出口，伊毋若是现实生活经验的倒变那定。伫圣经中，眠梦甲异象，这嘛是上帝对人的启示非常重要的两个方法。先知约珥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中宣告，人无论是男女老幼，伫上帝神充满的时阵，拢要亲像先知有讲话的文士，嘛要做梦，搁要看见异象。到底先知约珥爱咱所做的眠梦是啥物？敢是咱暗时休困的时阵所做的迄款的眠梦，也是先知约珥爱咱所做的眠梦，是爱咱对家己的人生愿望所怀抱的梦想。伫还未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咱大先来听一个日本的民间故事。这个日本的民间故事是叫做一个买梦的故事。真久以前，有两个朋友。因做伙上山去测茶，到中昼食便当以后，就倒落来休困。无拍算休困醒来的时阵，其中一人对伊的朋友讲：“哦，拄仔困了真饱，佮做一个真好的眠梦。”这个朋友就问伊讲：“啊，你做啥物眠梦？”伊讲：“伊梦见伫奥萨卡，奥萨卡是啥物所在？大阪吼，大家拢知影。伊梦见伫奥萨卡迄个所在有一个好野人的厝后面有一粒小山，伫迄个小山的下面有戴一个戴满金仔角的鸭仔。听到即个眠梦的迄个朋友，感觉真趣味，就对即个做梦的人讲：“这实在是一个真奇怪的梦，啊若无，你将即个梦卖互我敢好？”听到朋友安尼讲。迄个人伊无囥伫心内，因为从来毋捌听过有人在做买卖眠梦的生意。兼且伊想讲，即个朋友不过是家己滚耍笑那定，所以伊嘛无将朋友的话囥伫心内。总是伊的朋友无放伊工休啊，一直伫边仔高甜，
最后，即个做梦的人果不其然，只好将家己的面梦卖予伊的朋友。想袂到买着即个面梦的即个朋友啊，伊就转去厝里，将即个代志甲伊的某讲，佮讲伊随时要出发，去到乌萨卡遐去找迄个戴满金仔角的鸭仔。伊的太太听了后，掠准伊的先生起笑啊，想要甲伊阻止，吼。毋过无论安怎责备、安怎苦劝，拢无效，只好即个太太顺先生的意。四界去装钱，轻的，将钱倒的，互伊去乌萨卡。到了乌萨卡无偌久了后，迄个人真正去找着面梦中所讲的好野人的厝，伊就对厝主说明家己的来意。想袂到即个厝主非常大方，答应伊的要求，佮叫伊讲：你明仔载才佮来，我佮互你来学即个保密啦。为什么要叫伊明仔载才过来？大家拢知影嘛。迄暗，迄个厝主就甲伊的老婆安那趁半暝时阵，就安那赶紧去伊的后山，迄粒小山下面去淡仔学。结果有学着无？真正有学着。学着迄个阿嬷拍开一看，内底安那有无？无啦，空xuất xuất。吼，这个厝主足气的。啊好啊，竟然有人敢来甲我滚耍笑。好。伊就安那，伊就安尼，佮将即个阿嬷甲伊扛起来，佮甲伊藏伫迄个小山下面。伊要等迄个人明仔载来的时阵安那来看，来学看卖，到第二天，迄个人佮来啊。即个厝主加好心啦，甲伊讲啊，你会当随便去学，无问题。即个人买梦的人，伊就学啊学，真正去学着一个阿嬷，真欢喜，甲伊拍开一看。敢有？嘛是无啦，嘛是空xuất xuất。这个买梦的人非常失望，伊无真无成，就转去家己的厝。谁知影伊踏入家己的厝了后，伊的太太连咪出来装出来甲伊讲啊，讲昨吼有一个金仔角，毋知对倒位飞入来厝内啦。煞接阁有足侪金仔角，一个煞一个飞袂停，直到咱规厝间拢全金仔角。迄人听了后，目睭真大蕊啦，毋敢相信家己看到的代志。有影，因兜规间拢堆满金仔角。原来这金仔角是对倒位来？就是对迄个乌萨卡迄个好野人的厝后面小山，迄个堆满金仔角的阿嬷飞过来。因为伊大声去买朋友的梦，结果毋但无空破费。佮颠倒趁大钱，亲爱兄弟，恁讲，敢真正有即款的代志发生？伫面梦中出现的代志，敢真正会发生伫现实生活中？敢会？坦白讲，这是一个喊故的故事。毋过现实生活中有时比故事还是做梦佮较喊故，你要信无？日本人互人滚耍就讲因是啥物动物，经济动物啊，所以有即款趁钱的故事，一点仔拢无奇怪。事实上，咱台湾人嘛是半斤八两，差不多甲日本人相款啊。咱敢毋是有听过大乐透还是威力彩，连开几啊期拢无人得头奖，结果呢，有袂少人就安尼。倾钱斗的去包牌买乐透，为了要得大奖，阁有真侪人走去土地公庙去遐拜拜，顺煞看香灰、要名牌。阁有的人会安怎连蒙仔埔嘛敢去？你敢知？去遐想要去看讲会当去要名牌无？真侪人，真侪台湾人为了要趁大钱，强要起笑啊！安尼。请问，倒一个较含糊？是现实生活中，咱这台湾人想要趁钱，想甲起笑较含糊，也是买梦的故事较含糊？伫今仔日经文中，先知约珥强调，当上帝神充满伫每一个人的时阵，年老的人要做梦，
为什么上帝敢若叫老人做梦，无叫少年人做梦？既然上帝已经将伊的神充满伫逐人的身上，安尼应该无分男女老幼，大家拢应该爱做梦才对啊！咱有一句话安尼讲啊：长暝搞眠梦，知影意思无？夜长梦多啦，长暝搞眠梦，意思是啥物？意思是你暗时休困的时阵，时间较长，嘛较熬做梦。倒边来讲，你的困眠时间较短，眠梦嘛较少。若是安尼，咱来想看觅，老人甲少年人比较起来，啥物人较熬做梦？啊？老人困眠时间较短啊，少年人困眠时间较长啊，所以少年人较熬做梦，吼。因为年老的人困眠时间短，做梦当然是较少。先知约尼一定嘛知影这款的人生经验，所以伊特别鼓励老人爱做梦。如果连年老的人伫信心充满的时阵嘛开始做梦，安尼何况是少年人？这应该才是先知约尼的意思。伊爱咱每一个人拢做梦，毋管你是老人还是少年人。问题是约尼爱咱做啥物款的眠梦？是趁大钱迄款的梦吗？当然毋是。安尼伫上帝神充满下面，到底咱应该做啥物款的眠梦？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先知约尼是生活伫公元前第5、第4世纪时代犹太人。迄个时阵，波斯民族已经镇压巴比伦的军队，成做当时的大帝国。波斯帝国统治了万国万民，包含流亡伫巴比伦的犹太民族。先知约尼就是伫迄个时代鼓励流亡的犹太人爱做梦，因为眠梦是上帝对耶路撒冷内外犹太人传达信息的方法，嘛是上帝启示伊的子民非常重要的。做梦嘛是上帝启示的子民非常重要的管道。这个眠梦，先知约尼所讲的眠梦，是有关犹太民族未来出路，对现实世界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来开始。换一句话讲，先知约尼对波斯帝国的兴起，取代巴比伦这个局势中。先知约尼看起了犹太民族返去故乡耶路撒冷的圣地，甲上帝重新起造关系，这款的理想甲面貌。所以，先知将暗藏伫因每一个犹太人的心中的期待，就是对流亡的所在返去耶路撒冷的面貌中，这款的期待，甲伊讲出来。毋望这种美好的面貌伫无偌久了后。就会实现。先知约尼所讲的面梦，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大大的梦想。伫受掠的所在，伫家己袂当做主的外邦人统治下面，做这款的面梦，是需要勇气的。坦白讲，自古到现在，就是因为不断有人做这款的面梦，自由的梦、偷梦的梦，对老岁。流目屎面梦所在，返去故乡乐园这款的面梦，所以咱才有法度突破强权、恶霸的压制甲捆绑，实现上帝创造人类生命的美好目的。真做起了一个基督徒，检查咱嘛想要问：耶稣敢会做梦？圣经无讲啦。你搁安怎编圣经？圣经无甲你讲耶稣敢会做梦，但是咱来想看觅，耶稣会做梦未？如果耶稣会做梦，耶稣对家己的人生有啥物款的梦想？有啥物款的意向？对圣经见证耶稣的故事中，咱知影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嘛是完全的人。若是安尼，耶稣甲咱相款，耶稣伫暗时休困的时阵，应该嘛是会做梦。耶稣甲任何一个人相款，伊对家己的人生有理想、有面梦，总是耶稣惊咱大部分的人无共款的事，
伊所做的民望，毋是趁大事、趁大钱，嘛毋是望得到权力甲地位的望。安尼耶稣所做的民望，到底是啥物？咱就互迄个转去故乡拿撒勒会堂的耶稣，家己对咱讲吧。耶稣讲：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去传好消息，互散车人。伊差派我宣布受掠的得到头放，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这是耶稣的梦，遐尼高贵，嘛遐尼困难的民望。耶稣为了这款的梦想，奉献家己的一生。其实规本圣经，拢是咧对世间人讲起一个有关上帝的梦。这款的故事，这个故事对倒位开始？上帝的梦对创世纪爱的乐园开始，结束伫启示录最后迄个恢复乐园的伟大意象。耶稣的故事伫圣经中虽然敢若是上帝的梦其中的一部分，毋过耶稣的梦是真重要的一部分。总是上帝的梦，毋是咱圣经故事的全部，因为圣经嘛包含着对人类历史所发展出来的恶梦。换一句话讲，圣经故事宣扬上帝的梦，上时阵也记录了人类拒绝接受这款的民望。上帝的梦是啥物？圣经的先知对咱讲，上帝的梦是一个充满公义甲和平世界的社会，政治甲理想。伫这款的世界中，人类袂阁遭受威胁甲伤害，嘛袂彼此欺负还是相拍，反倒会亲像先知米迦所讲的，伊会伫万民中施行审判，为远远的强国排解纷争。伊会将刀拍做犁头，将枪拍做镰刀，这国袂阁举刀攻击迄国。嘛袂阁学战争，逐个人拢要坐伫家己的葡萄树骹甲无花的果树骹，无人会甲因拍青惊。总讲一句，上帝的梦就是一个摄拢的意象，就是咱一般信徒伫请安的时阵所讲的摄拢是啥？平安啊！毋过圣经中的摄拢，毋那是无战争迄款的平安甲和平。摄拢这个字，真正的意思是种完全的幸福，包含对受压制、看路甲惊吓的负面情境中，得到逃亡的自由，以及生活伫健康、丰盛甲安全的美好世界中。所以摄拢包含一种社会的意象，就是望一个人人拢得到幸福、公义甲和平的世界。这是上帝对咱生活伫今仔日世界的梦想。总是伫咱的人生理想甲迷茫中，咱敢有存在着这款的世界甲上帝的梦？敢有？愿上帝帮助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恩典满满的主，感谢你，互阮伫暗时休困的时阵有眠梦，来逃帮阮日时会紧张、郁卒甲艰苦。感谢你，也互阮的人生有理想、有梦想、有意向，互阮会当伫世间的生活中无浪费你享受伫阮世间的日子。主求你帮助阮，互阮军队耶稣基督的脚步，落实上帝国的民望，互这个世界成做一个和平徛起的所在，互人甲人、人甲家己、人甲你的关系，拢会当维持和好的关系。愿主你帮助阮有这款的理想，嘛为这款的理想来拍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愿上帝将伊的梦赐予阮。这时要来唱回应的诗歌，
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伫身边。因专享，请起立。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认别阮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玛利亚出世，伫本州跌倒人来受苦，见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要来管文服，请魏庄训执事甲吴正安执事来书献。来念旁人诗。
请坐。这是要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拄啊牧师已经读一届啦，来咱做伙来读是无相像出自弥迦书第4章第3节到第4节，咱做伙来读，请。伊会伫万民中实行审判，为远的强国排解纷争。伊会将刀拍做犁头，将枪拍做镰刀。这国袂过举刀攻击彼国，嘛袂过学战争。逐个人拢坐伫家己的葡萄树骹，甲无花果树骹。无人会甲因拍生惊，这是上主万军的统帅亲嘴讲的。以前我嘛读过，啊，毋知这是上帝弥迦书第4章。好，这是要来迎新报告吼。首先要感谢台中西屯牧师、西屯教会建堂事工，谢谢张仁和牧师来请安，也请牧师娘一起。我们谢谢牧师。今天有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哈。第2堂礼拜会有不同的信息，所以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留下来参加第2堂礼拜，因为牧师2堂讲的不一样。第2个是后礼拜是教会学校纪念主日吼，礼拜中会合并清明的迄个追思信仰先贤的礼拜吼，所以欢迎大家，这是合堂礼拜吼，请大家早起9点半爱来吼。第3项是刘芬兰，伊已经是家的干事吼。伊先生是黄丽书牧师，已经是三星教会某教啦，吼。伊因为癌症蒙主恩召，吼，请大家为着伊甲牧师娘甲遗族来代祷，吼。搁一项是后礼拜吼，有一个洗礼。因为是合堂礼拜所以下礼拜有一个对不起，不是下礼拜，是复活节有一个洗礼哈。洗礼的是杨志强跟陈美玲另外有3位就是尤冠军、曾雅柔、曾子荣要做信仰告白。那请参加受洗的人在4月12号，礼拜6晚上7点那小会员要问到。那问到以后，好在复活节的时候可以做这个洗礼请这个大家也关心，为他们代祷。那第4项我们就请大家看，因为我们有一个赞美操的活动，在3个不同的地方。秀梅执事也非常辛苦一个礼拜你看他要有3次在带赞美操那其他肢体的消息请大家看周报我就不再一一的跟大家念因为有非常多的活动，有兴趣的可以参加代祷的事项也请大家来过目。那上周的出席和奉献报告以及下周的侍奉，也请大家看周报。那请轮到的同工要准备下礼拜，因为下礼拜是比较特别的主日那会计报告也请大家过目，如果有问题的话，请跟财务组全部来联络那牧师有没有补充？兄弟平安，平安。搁一届代表教会多谢张仁和牧师来到伫咱中间来分享主的信息。咱关心其他的教会的建堂，其实对咱教会是有真大的帮助，就是咱透过
了解人咧建堂，人安怎建堂，甲伫咧迄个建堂的中间一寡所拄着的问题也你看，亲像头仔张牧师伊所分享的，也互咱会通来得到激励这也就是是安怎，咱咧建堂嘛共款吼，因对2200万，安尼碰大到3600万所以咱若是愈慢咱的迄个建堂的费用会愈悬这是因为这规个时势关系。当然，咱期待当咱安尼迄个建造安尼请落来了，安尼才会台积电啥伊的工人会减少安尼时阵，就会规个建堂的费用看会较降低尤其是迄个震惊当然咱知影伫昨算昨也做个迄个缅甸的地动即个地动落到地我相信伫咧即个尤其伫咧即个建造的即个部分会有搁较侪的迄个要求所以咱嘛会通看见伫咧即个建筑顶面，咱的即个建筑委员会用着真侪的心力伫迄中间，期待就是要会通安尼会通起造一间，安尼毋若得到安尼会通讲照着上帝的心意，搁会通互咱兄弟会通有一个真好的礼拜的空间甲聚会的空间，所以咱同心来共同来关心，也会记搁一届提醒咱伫咧后礼拜，咱是合堂的礼拜。抑搁有兄弟，咱的即个信用的先辈时段的即个相片，甲着迄个资料，也未送到伫干事遐的请安尼赶紧来送交互干事来，安尼咱会通伫咧后礼拜下礼拜中，咱要合并即个清明的追思的即个咱的信用先贤过来就是也提醒咱的妇女团契的姊妹。咱伫咧4月19的即个伫咧东山教会的即个信用生活营若时间拄合会好势，鼓励咱兄弟咱的姊妹会通安尼踊跃来参加，也咱的即个妇女团契的会长谢碧如老师来来安尼报名。以上，谢谢牧师。建堂我们的建堂贴在外面的白板上，我们也有一棵树但是我们树是在天上，他们把教堂放到地下，我们是把教堂浮在天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会把十字架塔放大变成电梯塔，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梦谢谢各位。这时来上营是388首，因光归圣父上帝。请起立做伙来上营了，请牧师祝祷。主的主啊，满心感谢你，人生有望，希望来相随，也只有阮专心来跟对主，行伫主你的心意的中间的时，主阮要的确来经验，去经历着主你的大宽容，甲着你的属性，要怎样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来彰显你的荣光，也愿你的神不断来帮助阮。互阮会通安尼时常甲主你相甲同行，会通甲主你相甲同做梦，来去经验主你丰盛稳定，甲你的慈悲怜悯，要临到伫阮每一个人的顶面。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
朝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